第6周，禮拜六，撰稿人周朗升。馬太福音第27章11至23節。耶穌站在巡撫面前，巡撫問他說：你是猶太人的王麼？耶穌說：你說的是。他被祭司長和長老控告的時候，什麼都不回答。比拉多就對他說：他們作見證，告你這麼多的事，你沒有聽見麼？耶穌仍不回答，連一句話也不說，以致巡撫甚覺稀奇。巡撫有一個常例，每逢這節期，隨眾人所要的，釋放一個囚犯給他們。當時有一個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。眾人聚集的時候，比拉多就對他們說：你們要我釋放哪一個給你們？是巴拉巴呢？是稱為基督的耶穌呢？巡撫原知道，他們是因為嫉妒才把他解了來。正坐堂的時候，他的夫人打發人來說：這二人的事你一點不可管，因為我今天在夢中為他受了許多的苦。祭司長和長老挑唆眾人，求釋放巴拉巴，除滅耶穌。巡撫對眾人說：這兩個人，你們要我釋放哪一個給你們呢？他們說：巴拉巴。比拉多說：這樣，那稱為基督的耶穌，我怎麼辦他呢？他們都說：把他釘十字架。巡撫說：為什麼呢？他作了什麼惡事呢？他們便極力的喊着說：把他釘十字架。經文內容：祭司長同長老將耶穌帶到羅馬總督比拉多面前作最後嘅審判，但祭司長同長老今次控告耶穌嘅罪名唔再係佢哋所關心嘅，即係耶穌係咪上帝嘅兒子，而係羅馬政權所擔心嘅耶穌有冇挑戰佢哋嘅權威，自封為猶太人嘅王。比拉多知道祭司長同長老嘅心意，又因着佢夫人嘅提醒，知道耶穌係無辜嘅，於是想借住節期釋放一個囚犯嘅常例，揾機會釋放耶穌。不過超乎佢嘅想象，群眾受到祭司長同長老嘅挑唆，再三要求釋放巴拉巴，而釘死耶穌，無視耶穌係咪無辜嘅問題。細思慢想，宗教領袖嘅立場係咪先於一切，甚至可以不擇手段，不惜挑動群眾嘅情緒？有信仰嘅民眾點解會咁容易受宗教領袖煽動，失去理性，盲目支持釘死耶穌呢？耶穌基督嘅死係咪只係關乎宗教領袖同當權者？比起宗教領袖處心積慮想殺死耶穌，群眾嘅狂熱同盲目，係咪更加傷耶穌基督嘅心呢？向上帝祈禱。親愛嘅天父，求你饒恕我哋，有時因着唔同立場，容易受到挑唆，盲目相信地上嘅權威，冇從信仰嘅角度反思同接受提醒。求你讓我哋有勇氣面對過往立場先行而失見證嘅過錯，努力咁喺地上活出合乎天國價值嘅生活。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，阿門。行出真道。活喺現今世代，我哋可能會發現喺好多唔同嘅政治、社會同倫理議題上，人都係立場先於一切，壁壘分明，
容不下其他嘅聲音。今日我哋所支持或者反對嘅嘢，可能係受到大環境、領袖嘅聲音影響，定係帶住信仰嘅反思，按住真理嘅教導而嚟。願我哋睇見群眾盲目釋放囚犯巴拉巴，堅持釘死耶穌，從中有所警惕，避免成為失去信仰思考，只為立場服務嘅工具。反思問題：點解群眾容易受到宗教領袖嘅挑唆，寧願釋放罪犯，都唔願意釋放無辜嘅人呢？我哋點樣喺唔同聲音、敵我分明嘅時代，活出合乎天國價值嘅生活呢？